好，大家好，今日要带大家去迄个叶振华的土人经啦。咱就是坐这轮来到这个大桥头一号出口。一号出口出来，咱按你这条路要行这个民权西路，要去德化街上宽啦。所以咱按你这条路行300公尺。咱行来到这个德化街，这条就是德化街，咱就按你这个台北大桥的桥口2过。咱即马就是伫这个大长城的德化街内底，咱就按你这条路直直行，行到296号就到。咱行到296号，咱就到位啊，就到这个叶振华土人街。